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总统府第10号宣布，咱总统蔡英文3月29要出国去访问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甲贝里斯，那时间头尾有10天。而且第30时会过境美国纽约去领全球领袖奖，4月初5会过境美国的洛杉矶，有可能会伫美国发表演说，而且会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也那洪都拉斯即马就风声讲，会伫咱总统出国访问的期间，宣布要甲咱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也搁在掌握嘛，政府嘛也搁在拍拼。总统府2日正式宣布，总统蔡英文要出访中美洲友邦，展开10天9暝民主会判经营的旅程。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钊燮、经济部处长陈正奇等人陪同。行程的重点包括3月29出发，30过境美国纽约，4月初1去瓜地马拉，初3去贝里斯，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初7返来台湾。深化民主伙伴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也持续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计划。各界关注的过境美国的行程，总统府表示，会伫确定了后才对外公布。按算会有2个重点：3月30过境纽约的时阵，蔡总统会去领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袖奖；4月初5过境洛杉矶，会伫瑞金图书馆发表演说，而且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也拿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这个时阵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这种大受敬献勋章。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民主伙伴应该更团结，携手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欧布莱恩大使常引用雷根前总统的名言：“和平靠实力。”这句话我们也深有同感。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with Taiwan. America is not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ith respect to Taiwan. Not President Trump, not President Biden. 最近友邦洪都拉斯表态要甲中国建交，蔡英文这届出访无要去洪都拉斯。外交部表示，因为台湾甲洪都拉斯讨论还未达到共识，这个时阵无适合去访问。因为美国是出手到3天，总统拜登的特别顾问多迪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见面。不过，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尊重洪都拉斯主权国家的决定，也警告洪都拉斯，不要陷入中国的这个金钱或者是承诺的这个陷阱。这个外长所讲的跟实际是有点出入。洪都拉斯敢有可能会伫总统出访的期间来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还阁当地拍拼，所有的代志拢有掌握。嘛强调讲，若是为着邦交来付钱，这是对不起天地、国家甲人民，要甲中国用金钱来做竞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伫昨下晡台北的内湖，抑个苏花公路拢有发生车祸，造成2台交通大塞车。若伫台东，有一个乌子送落车的时，那亲像是袂记咧拍手动，规台车全安尼出落海，伊的牵手搁坐伫车顶，加载救起来了后无大碍。先下海，将民众先协助他穿上救生衣。这台乌色的轿车车头插海，80几岁驾驶，敢若是落车时阵袂记扭手动啊，伊70几岁牵手还阁伫咧车内，对车跋落去海。金樽渔港安检所人员在执勤时，听见港区发生巨大声响，随即运用港区监视系统，发现在绿灯塔处有一辆名车落海。立刻派遣同仁前往救援。我们是看到他滑行下去的，老先生有跑过去压车子，但是那不可能压得住。这件意外发生伫咧台东县东湖乡的金樽渔港，海巡人员发现了，随派吊车来救人。好在在老妇的人送医了，只是惊到无大碍。同款也是2下昼，苏花公路大高线路南的车道发生一件交通意外，一台山石仔车跨过中线要超车，甲一台游览车去围着，甲路挡掉的双向拢塞车塞真严重。山石仔车车头海甲真严重，驾驶掉伫咧车内，但是犹阁知影人会当因为现场清理点外钟，车流才慢慢消透。因若伫台北内湖是有大型的动力机械经过内湖成美桥时阵，敢若是东亚派去甲机器弄桥墩。本分局知悉后，立即启动交通快打，增派警力，加强周边道路交通疏导管制，并增强周边的警示作为，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因为这拄好是内湖科学园区下班的时间，警方赶紧排除现场。好在在车内2个人拢只敢若轻伤，不过照规定，下昼5点到暗时7点。
机动机袂硬使成理球，警方将会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77号码头伫8日早起嘛发生船只意外，这是一只外国的货柜船要挖港的时速度无减，就弄入去咱的港喙，造成咱的码头海起。航港局在调查的时是发现放港的人员竟然有酒精的反应，目前航港局甲运安会已经介入调查。甲咱港喙弄海去的这只船爱赔修理费用，所以嘛已经互咱关制出港。外面这只货柜船准备要靠港。不过，驶到岸边煞无停落来，直接为码头弄落。高雄港77号码头20早起，一只7万吨塞浦路斯籍的货柜船，现代东加轮靠港的时阵，因为无及时减速，第四船直接为码头弄落，造成伫码头的船艇甲边仔空的阿摩头，真侪所在拢闭起。后续的部分，今天已经有安排码头的水下检查的工作。如果那个码头的结构有受损的状况时，我们一并会依照相关规定，跟船方来请求损害赔偿。发生事故的船啊，已经刷去前顶渔港对面的118号码头。港务公司会算出相关的损失，向船主要求赔偿。因为船若要入港，会有对迄颗螺仔状况较了解的引水人上船来指挥。但是发生了后，航务中心会同港警，甲这个引水人做酒测，发现伊酒测值是0.19。高雄港引水人办事处表示，伊伫前一暗有食酒，透早上班的时阵酒也未摕。港务局甲运安会已经介入调查，要来厘清责任。因为引水人上去，他是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操作都是船上的船长、船员在操作，他只是协助的角色，所以赔偿的责任都在船东。根据了解，去年11月12日，这个引水人协助船靠港的时阵，有去测到码头。这个事故技术是机械故障的问题。今年1月2日是发生船无落实并移并靠。再加上20个事故，已经是第3届，目前调查报告拢还未出来，相关的责任还佫伫咧厘清当中。按目前的法令，并无规定饮水人有酒精的反应就袂当上船。不过，按饮水法的规定，若是因为饮水人致使船或者是货物受到损害等等的状况，行政主管机关会当甲伊记警告。2年内警告若是3届，就会当甲伊的牌扣起来3个月。情形若是严重者，会当甲伊的牌收倒转来3个月至2年，因为有前2届的记录。航务中心表示，这届的事故若是确认是引水人有责任，会一届甲伊记3期警告，按引水法第38条，甲伊的牌扣起来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来关心疫情，疾管署是对外宣布，咱国内的流感佫新增加2个死亡的案例。若高组的病例是新增加4个病例，其中有3例是本土病例。目前咱国内高组的本土病例计共已经有10例。疾管署伫昨下晡3点冒开放高组预防车的登记，无10分钟的时间，3000个名额就拢注文了了。若上紧，伫今仔日就会当注射。国内高组疫情继续提悬，疾管署公布增加4例高组确定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年岁伫30到40外岁，其中3例是本土病例，个案住伫新北市苗栗县甲宜兰县。另外一例是日本境外移入病例，已经扩大高风险接触者总共14人。上长监测日会到3月27为止，总共本土高组个案已经有10例。本土的病例其实都没有找到彼此的关联性，然后所以都是属于散发个案，主要还是社区的风险持续的提高。另外，流感病毒也继续发挥。顶礼拜，门基诊为流感就诊人次达到4.7万外人次。流感病毒主要是 A 型 H3N2 为主，佫增加2例流感死亡病例，年岁是50外岁甲80外岁，2人拢无做过这一季的流感疫苗。这2位个案呢都有慢性病史，那2位都有糖尿病，那也有一些像是就是神经系统或者是肝肾方面的慢性病。疾管署表示，考虑高组社区传播风险增加，所以提前到2日拜日下晡3点开放高组疫苗意愿登记平台，达到各市一间合作病院，提供高风险族群来预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解决咱即马国内欠卵的危机，农委会有开放8个国家的进口鸡卵，也毋过消基会即马是发出声明，呼吁政府毋通干那去顾解决鸡卵的量，无去重视食品安全。因为美国甲日本即马也是禽流感的感染国家，建议边境的检验就要抓互严。食药署是表示，即届专案进口的10批拢查验，民众会当放心。
受到禽流感气候等因素影响，最近国内鸡卵产量减少，继续欠悬。为了解决欠卵的问题，农委会表示，3月底会启动短期专案进口计划，进口鸡卵超过700万两，4月也有更加侪进口卵。就是它的那个来源、出入、追溯这方面，我会比较不敢买。就算它进口了，就算它来了，可能消费者也可以去选说他要台湾的还是要进口的吧。那民众烦恼进口卵的安全，消基会也发声明，呼吁政府唔通只顾着解决欠卵，大规模进口鸡卵，也可能将禽流感病毒输入台湾境内，恐惊危及消费者的食安环境。这一次进口的这些蛋里面呢，其中还包括美国、日本、法国，事实上他们还是跟我们国内一样有禽流感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些输入的鸡蛋在源头、在边境就会把关去做查验的工作。那目前现在输入的这些鸡蛋都是逐批去做检验。就市强调，所有进口素质食品，拢爱经过边境查检，包括检验农药、重金属、豆腐用药等项目。这摆鸡卵专案进口会用搭配查检，若有无合格，会退款也是销毁，也会公告伫10月4官网。那国内鸡卵检验是由农委会伫农场做长期进前源头监测，就职了后，佮由各地卫生局抽检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日同款是这份好天，各地日时高温拢有30度以上。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各地头拢是这份较好天的天气。今仔东半部会落18雨，今仔日会当讲是这礼拜上热的一天。各地头日时高温拢伫30度以上。若东南部是有机会出现小风。气象局伫早起的时已经有针对台南、高雄、花莲甲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上悬有可能会升悬到36度以上。严格呢，春天后母面，明仔载方面晚间天气就开始有变化，中部以北可能会落雷公雨。若到拜六礼拜温度会下降，所以嘛要提醒乡亲，春天天气变化较济较大，厚衫先唔好收。来关心中南部一直无落雨，农业用水即马嘛有咧欠，嘛开始出现一寡灾情，农业损失上介严重的森林，村仔地因为无水，地叶、地树已经开始打冷去啊。另外，高雄的梅仔因为无落雨，营养不良，这梅仔嘛未大粒。经济部是已经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新竹以南水情的灯号要对南灯转做青灯，要提醒民众水就爱欠啊用。消防人员等落救伤科，和拄罪的查甫人将伊救上岸。嘉义县消防局19个投降部一名查甫人浸伫嘉南大自化桥，赶紧到场救人。你是怎么掉下去的？我下去装水了。查甫人为了省水，走去嘉南大泉灌水，家己的菜园啊。中南部继续开花，森林也因为几个月无落大雨，地树无水灌溉，气候冷气无法度统一，今年春地受伤量减少，损失惨重。春菜已经无啊，春你讲几成？你若种像有水好喷的，你种个无哪收啦？哦，全部零啊！零啦！啊，你即马有水好喷的，迄种啊，少数的遐有水好喷的吼，拢只咧3成4成。毋但森林，高雄的青梅、茶米、红马里甲桃仔也受影响。桃园甲县甲六股区青梅正值采收期，毋过因为水分不足、欠营养，果子袂大粒，每一户产量有果拢会少一半。这个大小只有1块钱这么大，很难采收。加上如果再下雨的话，这可能会造成落果。开花造成农损，根据农委会统计到2月中旬为止，农损相关的县市是森林，大约2456万，其次是高雄1561万，第三是南投1529万，全台累计超过6000万。5月的梅雨是不是能够来到还不确定，那7月、8月是不是有台风也不确定。那因此必须提早预警，提早部署。最近日来，和中央部会唔敢疏忽，行政院副议长陈文灿也宣布，2日起，新竹以南的水情灯号会由南灯转为青灯，提早进行节水备援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伫1月份的时，三读通过《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全面禁止电子烟、嘛有6管加热烟甲载具，禁止部分的年纪是提悬到20岁。若伫学校是全面禁止食烟，违法会当罚。新制度对今仔日开始实施。
但过一寡地方的卫生局有坦白讲，客家人力不够，真恶劣。来关心中国伫去年时以白糖海做理由，暂停咱台湾的往来食价进口，影响咱台东的农民。台东县政府即马决定要由副县长带团带队去中国亲身说明，嘛有向中央申请甲报备，但过一开始并无通过，昨昏赶紧补件，顺利通过审查，所以伫今仔日会按照计划出发去中国。来关心自由时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昏伫立法院备询的时，伊是表示，即马个劳农津贴是7550块，若依法4年会调整一届，所以伫明年1月份就会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会调整到8000块以上。敢有要设排除好野人的条款？目前也搁在收集各界意见，才搁向行政院长陈建仁做报告。继续关心咱台湾的厝价悬，真侪人是买袂起，用税厝的来住。有立委即马是建议政府爱推动押金由第三方来管理的这款制度，来减少还押金的时发生纠纷。另外，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应该嘛爱推测税厝的实价登录，改善即马税厝的市场无透明的问题。厝价悬，互人毋敢买厝，不少人选择税厝，毋过如何互税厝市场机制较好？一位指出，大部分税厝纠纷拢是押金的问题，建议推动押金第三方管理制度。内政部长林佑昌回应制度改革的建议当中，其实英国在最近这几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保管这个押金，到时候解除租约的时候，有纠纷的时候，由这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决定如何退还这个押金，是否退还这个押金？第三方公证的话，可以比较有效去保证说，有些状况是可能是房东说的算。房东好不好跟房客好不好，有时候是很看运气的一件事。确实，如果放在第三方会比较安心。议会表示，目前税厝乌市比例70%，大部分厝主无依标光，出租的事实也加做政府推动主体政策甲补贴一大阻力。民团建议税厝定量，明定厝主厝税出去爱申报必要资讯，推动厝主租税大厦引导厝主申报纳管，租金用分离扣税加设定落地条款，截止进前申报，过去偷走税就无要追究。落地截止了后加强查缉，配合催缴条款爱当罚。不要增加太多税负负担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设计，鼓励房东出来就是如实的申报，再进行就是说一个棍棒的一个督促，让这样的租屋市场就是可以如实的去登录跟揭露。专家认为，押金第三方代管虽然对租厝市场健全有帮助，不过因为数目伤过细，过去较无信托业者关系管理，操作面依然有爱克服的所在。林耀昌表示，台湾租厝市场确实无够完善，那年前开始推动社会主体，才慢慢建立租厝机制。内政部会阁研究改革方向，未来几个月慢慢推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战争的冲突甲战场，即嘛是春长到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走去俄罗斯访问，两国嘛发表联合声明，讲要透过和谈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那伫乌克兰这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走去基辅访问，嘛答应讲会继续甲乌克兰応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突然间改变行程访问基辅，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伫咧莫斯科甲总统普京见面，两个所在离800公里，所是俄乌冲突延伸出去的外交对决。岸田文雄去发生大屠杀的布查店向受难者献花。改めて今日ブチャの地に足を運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うした残虐な行為に対して強い憤りを感じます。岸田是结束印度的访问了，突然间改行程去基辅访问，表达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岸田5月七大工业国家组织 G7 峰会邀请，伫山顶参加。伊讲北京与北京参加由乌克兰提出来根据俄国撤军的和平方案。І публічно, і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передали нашу формулу миру і запрошення. 岸田人伫咧基辅时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伫咧俄国访问。即间俄国2台战略轰炸机伫日本海天顶飞7点外钟，敢若是回应岸田这段行程。伫莫斯科，中俄两国签联合声明，习近平甲普京宣布，中国提出来12项要点和平方案，无重大进展。
объяви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 поставках танков на Украину, но и снаряд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 ураном. Похоже, что Запад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шил воев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краинца уже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国伫联合声明强调，就要尊重每一个国家合理安全关切来解决冲突。这种讲法是配合进程。莫斯科讲，出兵乌克兰是为了要防止美国加北约将乌克兰变作反俄罗斯的据点。双方强调，负责任的对话是解决问题上好的方法。公司新闻吴文明编辑。因为美国和南韩要进行联合扩大军演，北韩嘛做出反制。礼拜日是有模拟核反击的演习，领导人金正恩阁向因全国发声，讲随时会当用核攻击来拍敌人。而且伊嘛讲，因全国有140万人愿意做兵，也是入伍上战场。南韩的国防部即嘛是认为，北韩伫核计划当中，因的技术有大进步。北韩试射飞弹位树林中升起来喷出火焰甲乌烟，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带查某囝金珠爱出现。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军方进行核战演习，所试射的地点就在弹道飞弹配备模拟核弹头。飞行800公里了后，伫预定目标顶面800公尺所在引爆。南韩分析指出，这条飞弹就有可能是为一座轻质拖卡底的发射站发射。 사일로 발사는 즉각적인 발사가 가능합니다. 그 다음에 발사 의도를 미리 읽히지 않을 수 있어요. 왜냐하면 지하에서 다 준비한 다음에 쏴버리니까. 南韩专家表示，北韩这摆采用地下发射站，会互为飞弹组织液态电料等作业更加稳密，也更加袂互外界发觉，对改善未来相关试射速度甲稳定性有帮助。南韩统一部也观察到，北韩的核计划伫技术上出现重大突破。 북한이 핵과 관련돼서 상당한 기술의 발전을 이루고 있다, 뭐 이렇게 평가는 하고 있습니다만 그런 부분에 대해서는 추가적으로 좀 더 확인을 해봐야 될 부분이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金正恩也透过这摆演习对话放回，讲北韩会加倍强化核战略，有效阻止敌人的侵略行为，确保会当随对任何压倒性核攻击展开反击。北韩最近一连串的试射飞弹的动作，主要是针对美国甲南韩等咧举行的军演而来。除了强调核战能力，北韩官方媒体也报道，不仅自愿做兵，也是中心地港的人真踊跃，伫短短2天内，为80万人增加到140万人，拢要对抗敌对的 韩美两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在镜头来法国来关心法国，即马甲退休的年纪要延后到64岁。退休年金改革的问题，即马继续伫滚价。顶礼拜，因的总理上宪法跳过国会，直接通过这个法案。即马在野党有提出无信任投票，也毋过20日时是无通过。只不过讲，因为敢若差9票尔，所以即马反对派也是真有信心，也是无放弃要继续拼，讲要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 而且即马伫法国各地头的民众嘛，继续咧抗议。法国工会嘛，按算伫23明仔载进行全国的大罢工。市区世界咧小本做市民伫街路抗议年金改革，大批警力出动，各国民众发生冲突。 法国年金改革前期继续滚价，政府打算将退休年岁为62岁调悬到64岁。顶礼拜总理宣布动用79.3条款，使过国会强行通过法案。在党选区提出2项无信任动议，不过直接执政联盟也是用9票之差惊险通过。 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Ils sont graves car il ne s'agit plus de s'opposer avec force, mais d'empêcher la discussion et de couvrir coûte que coûte la voix de l'orateur qui ne partage pas vos idées. 2项无信任动议分别由国会无共反动派提出，第一案是中间派提案，得到左派支持，最后得到278票。极右派提出的第二案只有94票。2项动议失败，代表国会会采取执政党的年金改革方案。不过反对派讲会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正式突破进程，也有改变的可能，也要求总理实际落台。 9 voix avec un gouvernement qui est d'ores et déjà mort aux yeux des Français, qui n'a plus aucune légitimité. Et évidemment,
une première ministre qui n'a ni légitimité ni pouvoir pour pouvoir continuer son action et qui doit évidemment 外国媒体指出，总统马克宏的做法已经打乱移民改革计划，也削弱伊的领导力。法国总工会要在13日起进行今年第9摆全国大罢工，发射劳工加强动员。政界多市已经连续几日工闹大大小小抗议活动，人数上济甚至有8万人。示威者宣示会抗争到底。公司新闻杨干编译。再来关心泰国，泰国伫8日时正式甲因的国会解散，即马会伫5月份的时举行大选。伫2014年发动政变落尾坐大位现任的总理帕拉育是已经表态，讲伊要拼连任。也毋过即马有上新的民调是显示，帕拉育的支持度只是敢若排第3。也若前总理戴克新的查某囝贝东丹，伊的支持度即马是比帕拉育也搁较悬。泰国总理帕拉育日前向泰王提交解散国会的行政命令，泰王已经批准8日正式公告，依法泰国爱伫国会解散后45天至60天内举行大选。外界讲上紧是5月初7，帕拉育已經表態要拼連任。รัฐบาลที่ผ่านมาผมก็ดีใจว่าอย่างน้อยผมก็ได้สร้างสิ่งดีๆขึ้นมาสิ่งที่เป็นรายไ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 EC ไม่ว่าจ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ล่ะ2014年，军事将领帕拉育发动政变，突然当时的总理用拉家己上台做总理，到今已经做8冬。泰国宪法规定，总理上久敢若会当做8冬。英国宪法法院去年判决，帕拉育的任期按2017年新宪出炉了后开始算，所以若是今年当选，就会当搁做2冬到2025年。因为帕拉育敢若会当做半个任期，执政联盟中的国民力量党决定推派现任副总理普拉威参选。帕拉育只有另外组团结建国党想要继续掌权。最新民调显示，帕拉育的支持度是第3，15.65%，可能代表为泰党参选的贝东丹支持度是38.2%。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เป็นสิ่ง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หลังทำ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มองเราในอีกมิติหนึ่ง My goal right now is just try to just make the party win, win with the policies, not win just to win. 贝东丹36岁出身政治世家，老爸戴克辛、阿哥英拉拢做过总理，因讲2人分别伫2006年和2014年遭有政变流亡海外。不过戴克辛家族势力也阁增强。贝东丹正月表态要拼总理了后，提出条款做价工资、补贴水电费、起高铁这政策，继承因老爸的政治资产，已经有新8个月，伊开一间巴肚走基层，甲为泰党的候选人徛台。泰国政治评论家讲，为泰党当咧行向国会上大党的目标，因过可能无法度单独执政，要甲其他政党组联合政府。贝东丹的总理之路也有真侪挑战。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来关心非洲的索马利亚是欠雨水，嘛欠粮食，嘛造成去年一冬有4万多人腰不到饿死，其中有一半是也未到5岁的细汉囡仔。另外，伫肯亚，大阵的民众正行上街头示威抗议，因抗议通货膨胀也有不价起的问题，伊嘛要求因的总统爱落台，嘛甲警方发生冲突。民众把车队围勒，一直大声喊，因是真激动，提点一直卡，甚至走去厝顶大声喊。但回国加庆亚8日有坐多民众，去首都内罗毕的街路，在反对派领袖奥丁加的带领之下，抗议政府应对通货膨胀不力，而且坚持去年8月总统大选出现乌箱的问题，要求总统老头落台。奥丁加还阁放条讲，逐礼拜拢会去街路抗议，一直到物价下降为止。不过警方事先就宣布这回是违法，警告民众唔通去街路。抗议迄天有派侪警力，用催泪瓦斯甲水炮强制驱离。不过这示威的民众是激烈抵抗，结果首都的街路四界全烟甲火，规个是乱糟糟。We are suffering. I can't even afford even a liter of sugar. Sugar now is even 40 shilling. Last government, I can say, in fact, it was saving us. This government is full of hypocrites. 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个人受伤，几个人去逮捕，包括几个国会议员。路透政府讲，抗议敢若会拖害肯亚的经济。路透上任的时阵答应讲，要减慢物价起价速度。不过肯亚2月份的通膨率还是真悬，有到9.2%。附近的国家索马利亚情形是搁较歹，因为已经连续5个雨季拢无落雨，可能已经致使1万多人无物件通好食，
甚至是营养不良饿死或者是病死。那kita wale ada, oh kita wale ada, kalau saya guri, baik doa kau song kang di song ki Syabang ki tu, entah kau Syabang kau song wilayah antok kena mati. Wale ni wale badi saya lo di wale saya ini lereng, baru wale batak nak kebiji orang amai, yon lereng, kalau kau mai le kau kalau. 小马利亚政府甲联合国20公布报告，去年小马利亚有差不多43000人因为渴患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囡仔。研究者讲，渴患造成饥荒，致使民众免疫力大大降低。小马利亚的医疗资源阁无够，真侪原本会当救活的囡仔，无法度等到援助到位，就安尼死亡。若是无积极来协助，按算今年的顶半年，渴患恐惊还会夺走小马利亚1万至3万多条人命。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阿富汗东北部今仔日饭店街发生规模6.5的大地震，造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即马上报已经有3个人死亡，阁有上百人受伤。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观察，大地震是海30秒，1000公里内的隔壁国连印度的首都拢有感觉到地震。继续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了后，即马是对外宣布讲，因两国参蒙古有达成协议，要建立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线，当年会对俄罗斯经过蒙古送50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去中国。因为战争，侪西方的企业离开俄罗斯，若普廷是表示，这会因会协助中国企业来谈。来关心 ChatGPT 大成功，中国的百度、百度嘛有发布开讲机器人文心一言，也毋过路透社是讲，这个中国版本的问一寡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关的问题，伊拢拒绝回答。也若总讲甲问天安门事件，也有新疆维吾尔族遮的敏感的问题，伊就随改变话题，显示这个开讲机器人有受中国进行网络审查，也有言论的审查。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亚运金牌的选手陈如安。顶个月16个时刻，奥多拜经过桃园文中桃园的时摔落去当地做工程的下水道，不幸过往。家属即马是积极讲，这个工地无设警示警告标识，嘛无做安全的防护，而且工地佫超过申请的时间范围，伊是批评市政府拢无做好监督。即马是要求5200万的国赔。桃园市长张善政即马表示，厂商是爱向检方去做说明，总讲厂商有责任，安尼市府会爱厂商负起责任。如果真的有时光机，我要跟我儿子说：“儿子，那条路不要走，那条路很危险。”讲到因后生，这个做老母的是目屎流目屎滴，希望知影真相。顶个月16透早5点，轻艇凌船前国手陈如安经过桃园文中路口。启动着市府下水道工程的位置啊，落落14公尺深施工的井内底。5点钟了后，才去人发现，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过往。那车头是好的。加上这支市府甲包厢的工程管理有疏失。你们做得多好，我儿子就不会车头好，没外伤，直接掉下去，冷冰冰的在那个井里面5小时才被发现。这些家属呢，每一次事过境迁以后就被政府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希望呢，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提醒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人命的安全。家属的委任律师讲，在比对相关的资料了后，发现工地安全维护、甲交通局核准的计划有清差，现场嘛无设置充分的警示照明、甲安全防护设施，嘛超过核准的时间范围。因为光线无够，造成陈如安发生事故，批评市府无确实督导，要求市府爱赔5200万。要求这个厂商日体公司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厘清责任归属。责任归属出来是什么样的话，这个厂商他不会回避的。桃园市长张善政讲，厂商应该配合检察官做调查，甲厘清责任。这个责任若是厂商的，市府绝对会要求因爱负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咧桃园，这是一个音乐老师詹慧玲，进前伫桃园，互一个姓叶的警察抓落来。这个老师因为这支警察抓人的合法性，甘的一句正饭桶，互警方加紧跋倒，压制伫涂骹，尾也搁甲带转去警察局压9点钟。落尾这个警察是依照妨害自由罪，判刑6个月，伊放弃上诉专案确定。这个老师伫昨昏嘛走去中立警察局分局提出要求200万的国赔，伊是希望各界拢爱重视警察在执法的时间有伤超过问题。詹老师加油！民众高调声援伫律师的陪伴之下，音乐老师詹慧玲伫民事追诉期2年期满进前，一移到中立警分局，高国赔请求书向警方请求200万国赔金，希望弥补特别2年前发生伫伊身躯的违法拿诈案造成的身心甲生活影响。它背后是一个主政体系堕落的问题，是从上到下对于警察职权过度扩权。甚至不理解自己工作范围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詹慧玲是伫去年4月行伫路，互姓叶的环境认为刑责可期进行拿诈。詹慧玲因为这期拿在合法讲一句正戆，反倒倒来互大力压制，扣留9点钟。姓叶环境原本无起诉，经过詹慧玲申请再起，环境以妨害自由罪判刑6个月，放弃上诉之下定案。环境申请互社会劳动代替服刑。我们所期待。依法行政的警察，有人说话了吗？每一个人都漠视了这件事情在发生，而他们难道不是这件案子里面的共犯吗？警方回应已经将这执法有问题个案列为案例教材，照新修正的相关规定，加强环境教育训练。詹慧玲是认为，这国赔请求就是警方表达歉意的机会。那因诚心认为有错误，应该公开向伊，确保遭到违法拿诈民众会失礼。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市112年度春季节空珠宫的典礼，伫昨透早6点伫孔庙举办。也毋过参加典礼的国校的学生囡仔，内底有6个人是出现头型骨头的状况，其中有4个人尾也送病院去治疗。目前医生已经先排除讲因毋是食物中毒，也毋过到底是为甚物破病，卫生局正在调查。离透早6点外，气氛庄严。台南市112年春节祭孔典礼正式开始。不过，参加典礼的中义国校6个学生身体艰苦，其中2人无要紧，其他4个是头型骨头送医治疗。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小朋友的体力比较承受不住，所以有4个小朋友比较身体上、体力上比较不支。那有4个小朋友送医院，由值班医师会同感染科排除了食物中毒这个要件。中义国校出动42个学生担任祭孔育生团队。有学生讲，食便当了后人无爽快，校嘛保留无食完的便当，配合卫生局调查，医生观察初步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慎重起见，南市卫生局嘛采样调查，搁去做饭做便当阿摆工厂检查。已经采验相关的检体送验，那后续如果有违规的情形，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中义国小瓦郡孔庙，所以当年拢是学校的学生担任祭孔育生团队。学生4点半集合换服装，5点半到孔庙，6点仪式开始。对学生的体力是大挑战，是体力无够，也是食物中毒。未身份检验大概要1礼拜。会等卫生局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厝价真悬，嘛造成台北市人口外流。台北市政府即马因要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要增加生育的鼓励金。伫今年4月初4以后出世的翁婴仔拢通领，头一梯会当补助4万块，第2梯是4万块，若第3梯有5万。台北市去年出世的囡仔就14518人，创下新高。为鼓励市民勇敢生囝，市府决定增加生育奖励金，第1梯为2万加到4万。今年儿童节4月初4了后出世的囡仔拢能受惠。第1胎4万，第2胎4万5，第3胎5万，然后尤其是第1胎4万，是独步全台湾，也就是
全台湾最高的生育奖励金。小孩出生之后，我们父母自己本身就会做不一样的规划，那所以我们会妥善的处理这笔钱。外界质疑4月初时才开始算同款是无用做的红婴仔为领会到为人所比赛，市府张万安回应无法度设计计划，暗过会先行处理。另外，计划成立人口对策委员会，各推出先2梯优先带社会主体，需要每学年补助相关5万元。每一年，我们对私立幼儿园的补助会提高到5万2。前了解，我们必须要自筹的地方。自筹款大概是要1.53亿，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跟中央沟通。抢救生育率，张万安一个兑现选前的政见。不过，同款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陈惠珠最近批评张万安甲市员甲基层的里长沟通不够。张万安回应，沟通一直拢有在进行。最近市府开始慢慢改派伫六大公司的法庭当事代表。张万安无承认是清除，经市长郭文泰具势力，强调是适才适所。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禁止体罚囡仔，咱国内的民法嘛拍算要修法，被要求父母袂使对囡仔有身心暴力行为。不过，根据家扶基金会的调查，囡仔去互父母体罚的比例，即马也是无低。伫国小、国校的阶段，差不多是要活18%，内底阁有2成囡仔是去互家长拍。车向囡仔费尽心力，不过为家长有时阵伫离地线长去的时阵，会对囡仔出手。家扶基金会用问卷调查低效回收1万多份有效的问卷，发现做到体罚的低效，小学阶段上悬有17.9%。体罚方式用维持姿势上悬有34.4%，另外是用物件，还有用拳头母加卡毯也有13.6%。想方设法就是我不要被打，可是不要被打，他并不是去改善他的行为，他发展出了更多奇奇怪怪的行为，这并没有改变到孩子的行为，让反而造成更严重的状况。家扶表示，体罚不一定会有效约束行为，不过肯定会伤害亲子关系，影响至少身心健康。调查显示，将近7成失去自信，3成自我否定。用3种方式体罚的囡仔，差不多4成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广东大建人歌手林宥嘉对有数量这么多囡仔遭到虐待，感觉心痛后甜。每年却可以有1万个这样的家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也许你听到这一段话，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点像我一样，会觉得很心酸。歌手林宥嘉宣导用爱包围，呼吁父母拄到饲囡仔困难，影响专业机构求助。数据显示，虐待囡仔有5成以上是父母。家扶指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体罚囡仔，日韩也修法禁止父母体罚。国内也要对立做，在最近公告民法修正草案。记者综合报道。所谓科技结合艺术，这是嘉义县头一届的亲子艺术节，邀请10组的表演团队，计共有62场的表演，阁有22场体验工作坊，希望让亲子有较侪新的艺术表演。精彩的风雨表演，大家的囡仔静静看。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为4月初1开始，要伫连续假期举办亲子艺术节。这个62场节目，还有22场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另外还有表艺中心安排了精彩热闹的假日市集。那在4月1号到4月8号、9号。这是嘉义县头摆举办亲子艺术节，有10组表演团队带来剧团的表演，阁有丰富的工作坊甲展览，让大人囡仔拢会当有丰富的技术体验。原来咱的生活，咱的水有搁较无同款的表演的方式，这对囡仔来讲拢是真好的启示。就可以从小就可以了解、学习、体验，然后去感受这些艺术的熏陶这样子。对。嘉义县文化局表示，第1届亲子艺术节阁引进数位科技，增加亲子参与的感受甲互动，嘛丰富在地艺术内容的多元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潮州镇公所有推出2023年的导览地图，真受欢迎。因为地图的另外一面是倒仔耍，内底倒也有好食的、有好耍的，拢写在内。1、2、3、4、5、6。
屏东潮州镇公所的观光地图今年专工设计做图仔耍，让游客当扫地图顶悬的 QR code， 就通知影景点的资讯。这是一个桌游地图哈，你扫 QR code 可以在这边找到任何的资讯，好啊，就是在我们现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桌游活动，好，也欢迎大家哈来潮州这边游玩。这款图仔耍唔来当用领导啊决定要去倒位佚佗，每一个所在各有指定的任务，让游客佚佗的同时，各通挑战无同的关卡。今年特别设计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桌游的游戏。那这个桌游的游戏，它的特色在于说，各位民众，你如果已经那个完完整整的走过我们各个吃喝玩乐的景点的时候，你玩这个手游的游戏就会有十分的有乐趣。潮州镇公所表示，未来会继续开发多元的文创商品，增加观光的元素，嘛让游客透过这款趣味的方式，看到潮州镇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咱镜头来瑞典。瑞典即马拍算要开放15岁以下的少年家，这少年囡仔无驾照嘛会当驶车，也毋过有规定讲，这只车爱先改过，因为时速限定伫30公里以下。So this is my car. It's a BMW in the 5 Series, F11, I think, and I got it for a year ago in April on my birthday, and I usually use it when I travel to school or meet out with friends. 当大部分的国家，15岁青少年敢若会当骑脚踏车，或者是轻型的机车的时阵，一个伫瑞典15岁少女伊芙琳娜已经会当驶车拍走啊。伫瑞典，稳准15岁以上有轻型机车驾照的青少年，会当驶这种改造的慢车 A-Tractor 的法规，已经有要100年的历史。出当时，这种改造的慢车伫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是真时行。迄当阵农业设备欠缺，所以政府稳准农民改造简单的农用车。到1950年代经济复苏了后，这种改造的慢车需求量减少，所开始伫庄脚少年人之间流行起来。甚至去互青少年看作是会当独立自主的一种象征。Så det här är en A-traktor då. Vi har monterat den här, LGFen. Vi har monterat dragkroken som man måste ha. Vi har begränsat utrymmet i bak så att man inte kan lasta fler personer eller gods. Och vi har även begränsat den i motorstyrningen så att den endast går i 30 km/h. 就亲像这个车厂的头家讲的，这类车都要有各种安全的限制，除了干那会当载驾驶甲副驾驶，车速嘛甲高尔夫球的车差不多，而且透过后道搭3角的警示牌啊，提醒后壁的车都要特别注意。最近注册这类改造慢车的数量，伫短短2年内就翻倍，拢总差不多5万车。因为这种改造慢车的使用者大大增加，根据数据显示，从2020年以来，相关的事故伫这5年来增加5倍以上，是真惊人。后边委员会伫今年3月份嘛批评这项交通制度，因为应该爱提悬相关的限制。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面对镜头，伊标准的穿插拢是穿军用的 T 恤，无就是外套。其实背后有真重要意义。俄战争了后，开始拍了后，乌克兰的总统伊就改穿国产的军衫，而且伊是要传达乌克兰的人民爱团结做伙对抗俄罗斯这款爱国的信念。所以即阵伫乌克兰，因的人民嘛流行穿军衫。无论是对全民发表演讲、巡视战地，或者是战后第一摆访问华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是一身军装的打扮。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外界看到泽伦斯基放弃西装的裤带，继续穿插，改穿印有乌克兰国徽的 T 恤。乌克兰军用品牌 M-Tech 有用外套、军用裤、甲鞋仔、甲外交礼仪无共穿插，明显传达伊领导风格，甲乌克兰团结一致抗俄的爱国信念。Попередній президент носив іноземні вироби, Карінтію, а це пер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який одягнув виробництво власної країни. 2021年17月，泽伦斯基被到华府进行战后第一摆的外交访问，伊军装加上无精力的面容，透露最高将领伫战时对外表达真需要国际支援的明确信息。He tends to be quite decisive. He's so he doesn't overly deliberate on decisions.
I think that's kind of important in wartime. He's a superb communicator, which is important to rallying support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I think that's probably been one of his greatest assets. 泽伦斯基的军装穿插带动乌克兰的新流行，总统穿过 T 恤甲军用外套，加做国民服装，无分男女，加做人人拢一件一小品。赶流行的背后是对国家甲军队的支持。服装透露真侪想法甲暗示，泽伦斯基透过穿插传达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坚决立场，也加做乌克兰争取更较侪国际资源的手段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来看全世界倒一个国家感觉上幸福？全球的幸福报告，芬兰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已经连续6档拢是排第1。啊，那咱台湾是伫全世界排第27名，比去年退步1名。欢喜伫雪地内走来走去，芬兰人的幸福感再度蝉联世界第1。联合国20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连续2年入选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就算是位伫北欧高纬度的地区，寒天真寒，人民悠闲会当伫这款的环境中安心生活。This is traditional Finnish crazy stuff. I think we all agree. And it's really the happiness side. I mean, it's very good sports, strong exercise and everything, but it really is the happiness.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网络根据全球150个国家前3年的平均生活评价，来对幸福感进行排名。评价的6项指标包括社会支持、人均所得、健康寿命、自由度、人民慷慨度、甲敢有贪腐。芬兰因为健全的福利系统，让国民感受到互照顾，评比分数大领先其他所有国家。今年的排名甲过去4年类似，拢是北欧国家是排头前。前3名甲去年同款，意思是芬兰、丹麦甲冰岛。第4名是以色列，比去年提升5个名次。今年20名有新年奖，立陶宛头一摆提升第20名，为2017年以来大晋升32名。台湾今年排第27名，比去年小可退步1名。中国是排第64名。另外排名调查尾是阿富汗，甲尾第2的是黎巴嫩。这2国的共同点拢是受到战火摧残。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